台中有民眾投訴講，佇豐原火車頭的時候，這月台椅座這生鮮的手管去掛着傷，空脆有4-5公分遐爾大。即期這代替呢，攏無咧斟酌咧維護，要若代替受出面來回釋咧，也表示伫年底進前會甲月台的椅座全部換新。手有一撮真明顯的空脆，緊急處理了後，加載無代誌。但是講，這個空脆是互座椅生鮮的手花掛着傷的。然後覺得手怎麼痛痛的，然後就流血，然後大概就3-4公分嘛。然後就當下我也沒有看到站務人員，然後因為還好因為我是身障人士，我自己有帶酒精跟膠帶，至少說幫忙把這東西換掉，或是至少把它判軌再上漆，對所有的乘客都是比較好的啊。這個月17，陳姓士對花蓮坐車到台中豐原，準備搬車轉去後里。不過伫月台等車的時陣，煞互遐椅仔手花掛着傷，醫生家己緊處理空脆，並且向代替的人員反映，伊也用臉布甲生鮮的手花包起來，才袂傷害到別人。不過實際到現場看，手花生鮮的座椅閣不了濟，伊這個代替敢若用銀擦，甲生鮮的所在擦擦的，實在真囉嗦。就穿長袖。對。盡量然後不要去直接接觸。對對對，因為有傷口也會感染。應該要立刻用大量的生理食鹽水沖洗傷口，沖洗乾淨以後，要趕快塗上抗生素的藥膏，避免細菌感染。醫生提醒講，若受傷應該加強傷口的清潔，較免感染。若准5年來無注射的人，應該加注一些來確保安全。代替也甲受傷的乘客回釋咧，除了按照規定處理，也會保障等車的軀殼甲公共空間座椅的安全。生鏽的扶手呢，換成好的扶手啊。另外，我們其實我們有更新計劃啦，就是說要把椅子換掉了。採購程序好了之後，我們會把那一批所有的椅子都把它換成未來新的一個椅子。代替強調，目前已經咧規劃，甲各車站的座椅換掉，按算會換做積木型的座椅，上緊會佇今年年底陸續完成。記者綜合報道。